乡村长官消息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公开画面，是解放军的淮北舰，甲咱的海军义勇舰用台语来画话，话讲顺风顺水拢吉利，团团圆圆无代志，元宵节快乐。咱的海军讲不爱回应，也毋过拢掌握到对话的状况。中国海军淮北舰叫。 2月12日元宵节，中国官方媒体用时将东部战区演习的画面公开。画面中，中国淮北舰向咱国海军义勇舰画话。祝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元宵节快乐，顺风顺水，龙吉利，团团圆圆，无代志。虽讲元宵节快乐，各战岗用第一祝福，也毋过恐惊唔是真心的。 我们在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时候，都时刻保持箭满弦、弹满仓的状态，武器系统也是处于发射准备状态。就是想要进行这种软的这个心理战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就是一手硬一手软，这是中共它这个总体影响力作战的一个部分。中国讲因的战机伫台湾的附近战备警巡，勇士也将画面公开。 大家分析，中共半夜两个手段是咧拍心理战。无论是联合利剑 A 或联合利剑 B， 乃至于各种战备警巡的这个次数越来越频繁，其实就是要对台湾施予这个所谓的心理压力。日本的新闻也分析咱国国防部资料，对于去年5月赖总统就任到今年1月。 强机强舰，甚至海警船扰乱台湾的频率增加，讲这是渐进式改变现状、测验等的战术。 解放军咬说，咱国海军目前专定掌握海上目标的动态。那针对解放军元宵节的话话是无要回应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